立委李偉智在總質詢提出，在座民眾將對新市到大洲里產業道路的相片來申請，因為依照規定，就是限制20噸以上的頷頭車通行。不過大車為了貪工程路線方便，每一天也是4過行。對此議員批評道路使用無人管，煩惱大車行小路，除了衝擊道路品質，更已經造成交通事故，威脅民眾的生命安全。要求市警局加強宣導加處理。為着無愛塞車的問題，為着要節省道路的遙遠吼，又閣起價，所以大車走小路啦吼，時有所見。因為咱的小路路寬以限制20噸以上的車載重是安尼嘛吼。現在因為 ABC 的一個工程，還有我們整個那個重劃區都工程基礎工程在進行，所以車流量很高，工程車的車流量很高啦吼。像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家的車逐工咧違規啦，我唔知影講恁同事有知影這個代志無？這個影像還是民眾一直提供給我，一直提供給我。我能不能從今天問完你下達指令，或我們加上查緝之後，我可以不用再收到這個影像的申請？家己在報告，因為這個路段是袂使就進行這個到迄個混凝土這個車，這是袂使吼。那這個部分對啊，這袂使行的啦。這個部分事實上，阮城管局有取締，大概今年有200幾件啦。這個部分我過來加強要求，過來取締好不？強力來取締。我講吼。強力取締愛個業者，這種固定的業者，當然宣導我們有3申5令啦吼，就是講對因來講，可能工個油加起來，比恁的罰單較貴，所以伊幹嘛來罰單？我是覺得不要這樣子啦。延續民眾安全的保障，議員進一步以電信公司為佇新市中正路的電商為例，已經霸佔人行道，成為馬路的隱形殺手。要求市府監務局依照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等法規全面體檢，並且佇2026年全面改善的承諾會當落實。台南新聞關之林英光採訪報道。